創世記嘅第一個阿娃係為亞當成為佢骨中之骨、肉中之肉嘅伴侶，但呢個女人呢受到蛇魔鬼嘅哄騙，犯咗最重要嘅一個罪，就背叛咗天主，冇聽天主嘅説話。但係當天主質問佢嘅時候，佢話：唔關我事，嗰條蛇係嗰條蛇，唔係我。新約中嘅第二個阿娃就係聖母瑪利亞。當佢聽到天主領報嘅時候，聖天神話俾佢聽，你要做聖子耶穌嘅母親。佢就係話：我係僕婢，願照天主嘅話去完成。同樣天主嘅話，一個咧就背叛，一個就去完成。所以我哋睇到，我哋有選擇、有自由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去揀呢？咁所以聖母瑪利亞係我哋一個非常之好嘅榜樣，使到我哋時常謹記、聆聽咗天主嘅説話，點樣去按照天主嘅話去生活、去進行。